当然希望讲咱家己生产的疫苗会使个家己用，而且会使外销。所以来看中国的消息，中国全国人大第13届第4摆会议已经举行啊。中国总理李克强除了讲起了一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，有关对台的工作部分，李克强重申一个中国原则甲九二共识。若推进两方的关系，伊是用和平发展。但你讲的是去年李克强的报告无讲到和平这两字，今年又搁加入来，也搁伫处理两方的关系上，中国敢会采取和平的方式，这都要搁看卖。中国全国人大第13届第4摆会议第一讲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李克强发表过去一年中国在经济、社会、国际社会争乱的影响之下，中国内部对习近平防卫挑战真大。不过李克强团队嘛是爱来面对中国的问题。稳就业压力较大，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，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。面对两方的问题，李克强安尼讲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·2共识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。虽望一中原则、9·2共识和统一的问题，两方的想法拢无同，不过希望和平发展。安尼香港，李克强强调爱防外部势力来影响香港事务。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，做出完善，为全面准确贯彻"一国两制"方针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，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。因为去年香港版国安法是中国人大定案的，即摆伫咧爱国者治港的原则，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，和国际拢伫咧注意。